各位乡亲，三个人一路向前行，无人讲话。牧天心内一直想，永远的活命到底是啥物？身边忍袂住问，天城到底有啥物？为什么大家甘愿受苦，嘛要行到迄位？牧天讲，传道人讲，迄位无死亡、无目屎、无疼痛，上宝贵的是永远甲主同在。顾一讲，若真正有迄个所在，我已经行会到。毋过，伊犹原相信家己。牧天想起古册一句话：信的人有永远的活命。伊开始明白，永远的活命是今仔日就开始的新的活命。受到天城牧天的脚步，脚气重重悠远伫身躯顶，心内却充满喜乐。各位乡亲，真正支持人向前行的，毋是逃避苦难，是永远的活命。要知影后来安怎，咱后回继续讲落去。